面對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只剩最後一個月，立委林俊憲在13號滿島競選奧運會成立會中，為創作競選歌曲的金曲歌王謝銘祐嘛到場獻唱，現場響起熱情，以及黨內各級地方民代參與，展現出選舉氣勢愈來愈旺。大家支持一下，認真做工課，現場一定超過6000人啊！滿島一定是親綠的選區，嘛是站務區上大的票倉，更是前總統陳水扁的故鄉。所以為了挑戰阿扁總統在地影響力，立委林楚茵甲王義川嘛轉來台南故鄉徛台讚聲。在初選開始，咱都愛團結，唯一支持林俊憲。這不是干那為了咱家己，咱嘛是愛做好阿強去看。因為為了守護咱這片土地，為了守護咱家己的家子子孫孫，我們在這一次1月12號開始電話民調，唯一支持林俊憲，好不好？好！唯有團結的民進黨，唯有團結的台南市長，團結的台南市議員，團結的台南市議會。民進黨的黨團才有機會在這一次台南市長的選舉擊敗謝龍介，拜託大家打電話團結，打電話多謝大家。為中林俊憲強調，滿島是開發發展的關鍵，只要將交通拍通，將生活過好，甲產業做強，得當互整個大生活圈做伙邁進。伊自信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整合團結台南市的參選人。我拜託咱台南的鄉親，咱要選，咱就選一個有法度交大家認真拍拼，有法度團結民進黨來拍贏這場選舉的人。只有林俊憲有法度來和民進黨團結做伙，咱才會當贏啦！你講對不對？初選最後階段，為了壯大聲勢，滿島區以號召4500位為目標，結果主辦單位預估現場甲周邊超過6000位鄉親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